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分享收看客家新闻超支。上礼拜，人去关心的龙潭嘉安老小社区发展观光的议题。嘉安小社群是当日为初到的做三门水库，本相关人员去下的小社。这群人是为到做水库产业批的，提给之前还有一批认真爱做水库的晒出去的人。这群移民过少受到注意，甚至是在讲本人偏偏下的。半个世纪以前，为上千的认真绿卡而变做三门水库的居民，过不将西亚到观音海巡的移民生存，伊能对山拿许多海巡按社会为所开垦，地图规行无法度种作，艰难落实。下后其中的太塘新村，韩国喺苏岛较污染，居民又在个死死散散的。更加嘅树林移民新村，如睇观音工业区地图。居民的生活环境受到工业污染，规模改善。听下来关心一群本人偏偏下的三门水库移民故事。来，上个洗手间哈，咱先分送这里哈，分送咱等来上船到对家哈，来。好，来，我们从这边过来，前后面都可以坐。我们前后面都可以坐哈，慢慢来。沿行來安平碼頭愛草船呢來老虎愛欣賞三門水庫安那嘅風景。午上嘅船呢就愛出發咧，船長開始團人客投籃小街。來桃園的石門水庫啊，把你點三段哈。石门水库呢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建设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生态水库不能有一个开发，所以现在保有最自然的一个风景啊。尖長嘅山頭、尖長嘅水、安靜嘅風景，唔是講未愛來翕相。三門水庫對民國53年開始用到建，唔單止提供民眾嘅生活用水、影片，還係觀光遊覽嘅景點。我看到人可以用呢甲安靜嘅風景底下，其實表達人做出唔記得嚟嘅一段移民血淚嘅歷史。喺海船嘅當中呢，很多的遊客會問很多的問題，唔帶那地方啊，我要來講啊，特別帶啲水地嘅地方，他會很好玩的告訴我說怎麼回家？我說我開潛水艇回家哈。開本車啦，聽白之講，帶啲下波講對一草一木較清楚所以說，這樣慢慢介紹以後，發現很多客人對啲風景很有大的印象。遊船入閘慈生房嘅路步，就睇三門水庫淹沒區。淹沒區包含田區屯人家面積大概1024公頃，其中泰雅族原住民有128戶，漢人有288戶，總共2873人。喺民國47年到52年當中，本種5批移民駛到觀音太陽海巡，頭一批安置喺草立，第二批安置喺蘇拿，第三批安置喺太潭。第四批安置喺準古頭到嘉東行附近，第五批泰雅族駛到太海中莊，裡面因為個陸地風災受到，又駛到太潭去，個陸地風災來擊敗，直至到水庫變太水，唔前搬出現人家迷路迷擦救命，竟然起身逢能救死。太水之來哦，基本上那邊木沒有搬走，大概我估計的50-60戶木全部人香香大家都走你看感覺好像逃難了，可是以前縣也就唔掂，好像太很難就走。書包8電，還個牽20路台牽電我爸爸甲條做拿保護嘅上來米咩掠到就冇拿到，較重嘅東西冇拿到，就拿到3副簡單嘅都包上來都照本水對就咁樣幾鴨也要開到山檔船，山檔嘅山都變山個幾鴨也要船埋槍，都冇辦法啦，上來都冇辦法都出嘅。冇木，一冇木啦，就家人嘅木樣，就特啥按不時全冇水木啦，就起點樣變樣水天，就當菜糕啦。各位50年研究三門水庫淹沒區嘅人，一下上來到內落腳嘅路，要高嘅樣嘅路，來討厭觀音看路。前幾面新村嘅信用中心復興宮，
苗行复试的是群众声望，身上还是村民竟然对水库淹没期安平的爬过来的。民国差不多48、9年就过来起庙的，那那间庙只是就太安平那边，当时20年的时间啦吼，伊政府有那个有证书，伊个庙的个批上物的个有做补偿，啊，总共10万块500块，10万500块啊，但是伊包面就分做分做一间庙包面是人民20民吼，分做4间庙啊，4间庙那间。关键那间王公庙呢，复兴宫呢，就分了2等份啊。掠到人民新村哦，一个人民啊，个掠到蔡天人吼，大家统一要来掠当作伊个心中的中心啊，统一过年过节吼，来那边拜拜啦吼。精神信仰一直批评也到移民延上爱些爬磕磕。当时伊等批到的土地是减好嘅沙地，乃肉行唔批，落唔到来食。做种未起好食，这来这山啊，拢安尼白白啊，迄6月冬哦，会烫死人哦。较早无穿鞋啊，热烧咧，迄个爱用行路爱用走的，较紧走啊，有一个草，有一棵草，较紧抬啊。有够艰苦就对啦，伊嘛拄则出来有影遮艰苦的，烫几啊年，尾啊毋知挂了无几年啊，迄树啊又搁死了，就做无食。开水淋菜，今年73岁，是天下苏拿移民新村的总媳妇。看到种下野菜，见生见正，忙吉香，忙吉满酒。看到压下安皮的奶肉，同56年前人类的世界来比，实在是天内隔地哩。香草啦，甲要无奶油啦吼，同啲切沙啦吼，种东西哦唔可以生。佢香草哦，佢冇培訓哦，佢要生唔起來，生到像人薄片咁樣啦，唔可以生啊樣嘢。丟開了啊，慢慢的，好像改良那個土質哈，它才有再有種菜就唔會食。一嚿的能有幾啊？來了尾差唔多辛苦，差唔多要幾10年咯，先夠了。就是在，好像说我眼里有来了会开放啊。连一条草就生唔出，番薯未种唔生嘅地，行卡唔是像我油麻嘅种作，头下马一到移民个不种，山康海順，一格一條兩片茄。買個人山都敢咁做啊？一香咧，睇一香咧。你樣有說去拿些毛些山都拿出去啦。唯一山大方嘅。那山都有山啊，都做得出啦，冇是馬先要。嗰種是入去成班唔得，山都要講我做啊，山都嗰種是要問要講我做呢。其實嚟講，家下忙推出聯合國吼，而家做嘅嗰條啊，參嘅嗰條，唔啲用加錢希望，唔用嘅希望ที่做嘅吼，而家6尺長吼。5尺長到6尺長做愛哦，佢一起冇工，你一起冇工嘅，我用去到嘅山都唔要做山車啊，就天后加幫嚟就做。然後我回家，我記得4天1工人就40條，嗰啲1日天才都做上百條嘅都。種喺杜康嘅移民新村，單單就係逢轉嘅結起來嘅愛護嘅。銀行社嗰度也係今年政府為到安置淹沒期嘅厝戶去嘅服嘅。先當然老捱講咧，老捱哋就會講嗬，講嘅啲捱你一帶嘅屋啊，是政府事嘅，實在唔係啦。如果山大嘅田啊嗬，一級田啊嗬，2萬2千條啦，一級地哦，真少嘅。他最意思是地上物啦，唔係講。政府老眼里買個地去做什麼水庫了，唔係了。其實講一級地啊，吼2萬2，
肥皮上该地上物啦，是安样入来啦。啊，你爱皮上该浅啦吼，爱就入来掠位该伊甲批22000克外啊，该浅啦吼，该浅就拿来洗该木。唔係本部嘅啦，但係但係講嘅ที่本กิจ到平本，หัน個土法本我就按氣候嘅樣數，หัน個係就有一啲咧給你貸款有冇？哦，講你氣就咧係咪本貸款幾多錢？係叫出張板，所以個咩本呢？移民新村的土地，每每所有淹沒期的住戶就分批的多。要符合民國46年，民國嘅46年6月30日前，哦，地政事務所有2分地以上嘅人，哦，要符合派，學個戶口有咩係哦？6月30日前要開戶位，哦，登記喺個會所，上面就淹沒期嘅會所，應要合約嘅規格，冇合規格就講。有咧兄弟多種藝哋就講雙倍人啊，有3兄弟，哦，你要講到放2天，跟我講嘅放2天啊，哦，放2天咧要講到嘅人，較早就當家師傅一夫呢啊，冇講得兄弟啊，唔本咧2-3分地，佢本2-3分地，家就忙本佢。親人幫我咧，條人吼，真人吼，因為個田土地啊冇種好勢，我哋兄弟也冇分富，做一老人家一條命，天天做分到一條命嘅土地，天天我哋條兄弟，還有兄弟做4、6，一兄弟就分到個阿公一條命，天全冇分到土地啊。自己唔合符，分配唔到土地嘅住戶，捐靠自家簽都來行，像通天龍就係自家事前到新村買地買屋。該糧食買時間吼，感覺嚟講就食費非常大，都嗌來買嚇，嗌買到挺便宜，嗌買又水，你驗咪吼，驗咪又得好又得快啊，又冇水，嗌買嗌又水嗌買啊，嗌買到冇比佢哋條嘅講破啊，冇嚇貴啊。來看看啊，豆漿包1包20塊錢而已啦，來看買嚟。了日擺攤的做生意，全國講財嘅方方人，就係因為今年冇分配到移民村的土地，嗰部將睇淹沒期雙節的整條山落腳，做得講係睇水巷嘅古道過熱咧。我以前帶個三文水庫嘅水庫帶嚇，我哋都冇移民出去嘅人嚇，都帶啲半山就啲魚木嚟帶，啊，所以講帶啲對做種嘅成法啊，做一條。竹筍啊，你條用成百天啊，閒啲都有啲遊覽客來吼，我哋就帶啲買啲一系列嘅東西來成百誒。有啊，去泰坦新村啊，還有個樹林啊，草塔該片上啊，還是冇田的人就冇法度啊，只好留下來啲片生發，那邊生發辛苦啦。你啊片冇乜嘢好做，就下巴就像有移民證嘅，去種嘅啊，老人家種嘅做下工啊。要按用天天啊！我頭家就耕田啊，田都比新熟的冇田啊，因為冇開錢俾你。就曬到個鬆杯一下呢？係鬆一杯就係個氣啊！係啊，一眼望哦。用嘅眼望呢？冇田我耕啊，就咁穿嘅。有穿就有，吃干好；不穿就现在吃的。这就是那个没有，人家那个稻草人啊，丢草了。只能靠相片導航到屋嘅位嘅，當然分配到太潭新村嘅離鄉人，下後尾因為海順嘅移民新村，實在係做唔到來事。要再個辦到轉去三文水庫，就算村業下愛24算呢，唔過最起碼也係以熟食嘅老蔬菜。那怎麼後來又搬回來？那邊沒辦法生活啊，種比較好了，那個很自由啊，那個沒辦法生活就搬過來了啊。大約差不多1年到半年時候又搬過來了。那邊水庫淹沒時候哈比較辛苦，我們這邊，他那個嘛要賺錢沒辦法賺錢。怎麼說？那個沒有船啊，沒有什麼啊，都是用那個
那个竹子没有大一个竹子来做那个竹筏来划。在政府当时想，有两种的方法本来就好像弥补了，一个就是说，这里当地盐湾区的居民有总量管制啊，有船在这边可以让你来营运了哈。那边就16台30区CC 有28台，总共就44台船呢，做得出来的营运，所以当地的居民才可以条件。听医院就讲捕鱼，那时候水库的鱼很多渔民也要这个条件，渔民有76位。本单旗下推人提升那航工业咧，本人不到爱赛道海船故事，水土不服，体育中唔到来时，不到几多年高不上，无爱提生存生活。政府有团体在证书多转去，种地位数来做封闭，实质都有地位居民生存，人都赛走抢抢，存到我嘅容易上草打农。按岛人民起地波呀吼，唔像个准骨头。渔牧港嗰啲太轮梅吼，啲山嘅萎缩期，到民国58年就认为4年的环境无好啊，无适合耕种困难啊，生活困难，所以是后尾都同本政府证书做咗一种嘅防风林啊。其中一下看到嘅太潭发电厂，本单系太潭新村，今日太潭新村一集村就冇系咧。上来发生嘅乜嘅事情咯？簽到辦到中立嘅前太潭新村處府講前添講條來面去，原來太潭開墾10年，佢冇簡單能開到更多有地位出現。是講好講緊唔夠，民國63年工業化工廠提下開工廠，就帶來較富人嘅拓開。排水就排個去跟啊啲農地主用水啊，嗰啲水就淹到啊啲個田啊，那就食唔得用唔得，哦。將加要參用齋水去半島我哋食，開半島吹錢嚟幫我哋涼。加係呢種啱又唔會檢查到嘅，去到嘅一要嘅腳淹到嘅吐水腳重污嘅，嘛嘅平嘛要，把每經驗花驗講，哦，真到有吐做唔得，中式做唔得啊，哦，將鹹嘢冇中式，係該補充咩唔上中式啊，講好就民國70年代，政府強制休耕，太潭新村的人有田耕唔得，有水生唔得。天美政府屯亞只嘅劃做太潭工業區，也等於有個不將冇經驗嘅屯辛苦打造出來嘅家園變黑。佢是生活唔得啦，帶啊唔得，水啊唔得，水啊唔得，空氣又唔好啊。張伯咪講我前村又冇前村，我前那嘢冇法度啊。張講好，冇係就。便宜咱證書，反正工人慢來去多生活啦。屯4433嘅太潭新村嘅人來比，一下總條限體完整嘅蘇拿移民新村，其實未冇依好。一旦都係睇工業工業區隔壁，生活環境做得講貴下，就受到污染。污染嘅陣啊，佢都到70年嘅工廠大部分都有多少就運轉啦。運轉水就慢慢嘅污染人哋耕田一啲嘢一夾撲咧，所以講就變態。到76年就完全變態咧。而家嘅沙溪地背吼，當到都村老人家啦，後生嘅同伊搬出去待啊，冇去待到啲地方啦吼。啊，人哋啲工業起來吼，上次將啲從外啲地方，上次人嘅田吹南風哦，啲地要動粗啊，你下啲地要動粗啊，啊所以講啊上次裝度嘛要動粗。自己邊強壯，所以後生人人民為咗健康啊，都後生人冇去帶到壯度，同伊搬水冇去帶。當然有污染啊，現在很不好啊。工業區給我們徵收，房子沒有人給我們徵收，我們困難是這樣啊。房子給我們徵收，台北的地方，這個污染太大了。3個地方那邊，所以3個地方都是工業區了。無論係賽道工業海船嘅新村，也係在個賽道轉去三門水庫區整條山工業咧，夾條本單體檢每期係到好好嘅人，按內曬上曬下，按鹽網按出過，嗰種出案嘅冇提水掉度好，唔會有人來叫呀。當然不記得了，還記得，誰記得？
那么我们这个都是强势执行的啦，那就这个是盖工业系强势执行的啊。那里面那个石门水库里面强势执行都是强势执行的，没有办法啊，政府就这样啊。我们这边吃暖不好呢，不，因为没有钱啊，没有什么东西啊。而且说政府为了大家用水哈，这水库的问题，大家没办法咩，很无奈呢。啊，就常常开玩笑说，离岸三门水库那讲嘿，离岸的板啊，像翡翠水库，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富翁啦，要么田地很宽嘛，哦，离岸以这种地价来讲，保护区来讲，大家都是可以说过得很好。可是这边的居民基本上呢，通通不好。个田要凊唔好纯沙的啦，江身要凊采购啦。哎，反正两片都采购啦，该有本土田的人，唔过有本土田的人，该有证书有钱啊，我哋就冇本土田的人就冇证书钱，冇证书了就钱啊，所以讲多了为主考了就做工啊，啊做了黄的啦，啊验了臭的，啊用小火啦，啊你啊游览客做记条的，啊用细细地的东西来卖啊啦，系，我都讲咧政府对我哋中人啊，切冇公平的啦。移民第三胎唐琼林讲到亚团历史唔少人注意，而今日冇清清，自家心肝痛命啡，而乃吸收相关的资料，希望留到位马嘅下來。这边去三门水库，啊，三门水库有水之后，照顾了台北、新竹，哦，嗰啲桃园，大部分的人有人有水好食，偏人有水好讲啊。当时了人牺牲很多。但是，很多年来并冇受到政府的相关的照顾，哦，啊，造成讲了人民更来更冷落，所以日天我就跟人很昂啲嘞，那就做了资料去了，啊，做了留本好多人参考。我们讲盖一个水库，一定有移出去的人口，也有移入的人口。我们说的那个11份那些石岩一村啊、北水局，那属于移入的人口，那些算是比较得利的一方面。然后这搬出去的是比较悲剧型，他们流离失所。可是我觉得要讲桃园县的水利开发跟建设，搬出去的也要讲，搬进去的也要讲，这彻彻底底都要把它编制起来。做三門水庫來供應北台灣用水嘅亞航工廠，對國家發展來講係該重要嘅建設。是講也到50多年前，本人不等愛顧全大橋來提升嘅也到鹽末期嘅居民，一旦從沒有曬到用嘅曬上曬下，覺得唔甜唔甜嘅熱咧，一種犧牲，使本人唔記得咧，水庫居民真是有養本人聽用起嚟。